门。恭喜宿主完成今日份隐藏修为打卡，奖励1年至纯内力。但江湖险恶，宿主尚不能江湖真无敌，请宿主继续隐藏修为，获得更多内力。狗王系统温馨提示：若宿主真实修为暴露，本系统将会收回宿主的全部功力。行了，筒子你别念了。刚穿过来的时候，你让我苟着隐藏修为，我不挑你理。现如今我的实力，放眼整座江湖，也就魔教教主能和我旗鼓相当，你还让我苟着？公子不好了！陈伯，什么事让你如此惊慌？少爷，陈家嫌你实力低弱，上门来退婚了。嫌我实力低弱？叶旭章，你叶家送的那些破烂全都在这儿，点点吧。没问题的话，把婚书交出来。陈小姐，你和我们公子的婚事，两家老爷早就定好的，这聘礼都过了明路了，怎么好端端的就要退婚？好端端？苍溪城以武为尊，武功高强者得众人崇拜追寻。他叶旭章是苍溪城出了名的武道废柴，手无缚鸡之力。而我陈潇潇已经拜入昭天宗，得昭天宗庇护。哼，这就是你找我退婚的理由？是，叶旭章，我知道你这种小人的想法，你是看我入了昭天宗，想巴结着我不放。可惜你没这个机会，我大师兄金一鸣已经跟我提亲，不日便会成亲。所以叶旭章识相的把婚书交出来，若是耽搁了我和金师兄的婚礼，就不是退婚那般简单。金一鸣，金家少爷金一鸣，据说他年纪轻轻，修为已经是咱们苍溪城的武道第一人，就算在中州府也有一席之地。你们看得太过表象，金少爷最厉害的不是修为，是他的背景。放眼整个苍溪城，金家一家独大，就算是武道第一宗门昭天宗也得示好。陈潇潇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一个小小的金家，也就放在这苍溪城能看。我想灭杀，一指足够。听见了吗？废物，你连给我师兄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劝你还是乖乖退婚，一只破鞋也配退我夫君的婚约。是他，好美啊！这是仙女下凡了吗？叶公子，好久不见。妖女，束手就擒吧！你们魔教作恶多端，今日我等就要替天行道。想杀我，先问问本教主手中的剑再说。上！我堂堂魔教教主，居然要悄无声息的葬身于此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乔姑娘，你这是？那日小女子全家遭劫，尽皆丧命，多亏叶公子救下小女子。抬上来！啊！这
这是极品灵草八瓣仙兰，一株都够买下半座苍溪城了吧？不单单是八瓣仙兰，还有玉嘴枝、寒冰甲，随便一样都价值连城啊！此女不但比陈小姐漂亮，身份好像比之陈小姐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就是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。叶公子大恩，我无以为报，只好备下嫁妆，以身相许。叶公子，莫非是没看上这些薄礼，又或者觉得小女子配不上你？鬼婆，再去搜罗，本教主要把天下的好东西都捧到叶公子面前，注意隐藏。叶公子还不知道我等身份，别吓着他。是教主。怎么会？乔姑娘，你蕙质兰心，容貌出众，比某些水性杨花的女人强上千万倍。我是怕乔姑娘看不上我。叶旭章，你跟这女人什么关系？我们什么关系？与你何干？你方才不是说要和我夫君退婚吗？你想离开我夫君，可以，但不是你退我夫君的婚，而是我乔一璇代夫休妾。滚，或者永远留在叶家当妾。我如今可是金少爷的未婚妻，你还不配赶我走。叶旭章，你现在给我跪下，我可以。我夫人的话你听不明白，还是说陈小姐还想纠缠于我，给你那什么金公子戴上一顶绿帽子？你胡说什么？叶旭章，你羞辱我就算了，还敢敌金公子，我这就去告诉他，等死吧你！管你什么金公子银公子，真敢来招惹我，保准让你们知道死字怎么写。乔姑娘，多谢您今天替我解围。你伤都好了吗？已经恢复了，不会影响成亲的。啊？成亲？玩真的啊？大师兄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我的好宝贝，谁欺负你了？是叶旭中的废物，他不仅诋毁我水性杨花爱慕虚荣，还说要给大师兄您戴绿帽。叶家叶旭昭，我本以为他是个老实本分的商人，倒是没成想敢骑到我头上来。明日叶旭章大婚，你去给他备一份厚礼，一定要厚。是。恭喜宿主大婚现场成功隐藏修为，奖励1年至纯内力。温馨提示：宿主将于15日后举世无敌，请宿主继续隐藏修为任务。一旦泄露实力，请务必斩杀所有知情者，否则本系统将收回宿主所有修为。我操！真的假的，筒子？3年又3年，隐藏任务终于要结束了。终于要嫁给他了。乔一二，别怕，嫁给我，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吉时到，一拜天地，2拜高堂。哈哈哈哈！叶公子，大婚，怎么也不知道通知一下我呢？彭科，今日叶公子大婚，你带刀前来是什么意思？还有，那是叶公子以示双亲的位置。叶公子都没说话，哪轮得到你个外人多嘴？冯帮主是吧？您百忙之中能来参加叶某大婚，是叶某幸事。不过这主位确实是我王父王母之位，还请冯帮主一步。那为何这大喜之日，苍极城人人都收到了邀请，偏偏我七杀帮没有？混账东西，还不快把刀收起来！吓坏了叶公子，我们的生意还怎么谈？冯帮主，今日是叶某大婚，有什么事不妨明日再说。明日再说，我当然没问题啊。可叶公子，你也看到了。我这帮兄弟脾气不好。鬼婆，这个七杀帮是什么来头？启禀教主，
属下不知，应该是个不入流的小帮派。该死！不入流小派竟敢破坏本教主大婚！召集4大护法集合，本教主要置七杀帮鸡犬不留。属下遵命。都小心这些，我夫君胆小，他还不知道我的身份，别吓坏了他。冯帮主，说说吧，到底是什么生意，非得在叶某大婚之日来谈？其实就是件小事儿，冯某只是来通知一下叶公子，金家已经正式将叶家划到了我七杀帮的管辖范围，所以从今日起，叶家的贡项由我七杀帮来收取。是吗？那冯帮主需要我叶家多少孝敬呢？叶公子放心，我七杀帮绝对不多要，8万，叶家每年给个8万灵石，意思一下就行。冯帮主，我要没记错，之前金家1年收上来的供奉也才3万灵石，你开口就跟我要8万，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叶公子毫无修为，却要守着叶家这么大的家业，我七杀帮费心费力庇护你，多收些灵石不应该吗？冯帮主，道理和规矩我都懂，可这价钱实在太高了。8万灵石多吗？跟整个叶家比起来，不值一提吧。叶公子也不想刚娶进家门的美娇娘出什么意外吧？苟了这么多年，就剩15天了，算了，还是别节外生枝了。冯帮主，8万灵石不是件小事，你通融我3日，3日后尽数给到冯帮主，如何？行啊，我就给叶公子3日。对了，叶公子若真不舍得拿8万灵石出来，冯某倒还能给你支个招。叶公子，金一鸣金公子即将与陈小姐大婚，如果你能在那天当众跪下道歉，承认是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然后再备上重礼赔罪，这供奉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再商量的余地。原来如此，何止是陈潇潇在背后搞鬼？冯帮主好意心领了，但那对奸夫淫妇的成亲仪式，叶某只觉得晦气，便不参加了。你不识抬举，那叶公子就备好灵石吧，否则冯某刚刚的话可就不只是说说。冯轲、金一鸣，老子要不是隐藏修为，动动手指就能捏死你们这帮畜生！拜见教主！教主千秋万代，一统江湖。好一个七杀帮，居然敢大闹我和夫君的婚礼，还敢威胁夫君！教主息怒。冯轲现在在哪里？启禀教主，冯轲已经带人返回七杀帮了。好，夫君应该还在前厅接客，本座正好亲自前去了结这些畜生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夫人呢？夫人说您今天喝了很多酒，特意去给您做醒酒汤了。谁能想到，我顺手救下的柔弱女子，有朝一日竟会成为我的娘子，还如此温柔体贴。只是大喜的日子，居然有人上门找晦气，她肯定吓坏了。原本还想着苟完最后这10几天，偏偏有人上赶着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也算是给夫人出这口恶气了。
等解决完他们，回去正好能赶上夫人做的醒酒汤。陛下饶命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小的要是哪里得罪了，还请您饶恕，求求您，求求您放小的一马呀！你不能杀我，我舅舅是昭天宗宗主，我主子更是金家大少爷，你敢杀我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昭天宗，金公子敢威胁我夫君，别说什么金公子，就算是王朝的皇帝，我亦杀之。我的手！此女手段如此狠厉，应该是魔教中人，不过倒是个痴情种，因为自己的夫君不惜屠戮了整个七杀帮。谁？谁？在下只是路过，无意掺和你们之间的事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。本座也很好奇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，竟能和本座打平？他的味道。为什么感觉他有些像夫君？教主，教主，让冯轲逃了，掘地3尺，也要给我找到他。还有后来那人身法诡异，我跟他过了几招，竟打了个平手。什么？竟还有人能跟教主您打平手？查，务必要调查清楚他的身份。至于这些尸体，全部给本座悬挂到城门口暴晒，我看以后谁还敢欺辱夫君。有情况随时汇报。本座方才在家煲了醒酒汤，这会儿正好回家拿给夫君解酒。这还是那个杀人如麻的教主吗？居然要洗手做羹汤，只要教主开心就好。夫君，我给你煮了醒酒汤。哎，好好好。夫人，夫君，咱们都不是小孩了。我听鬼婆婆说过，同房需要提前杀鱼，将鱼腹中的鱼泡取出，这样才不会怀小宝宝。夫君，这醒酒汤正烫，我先伺候夫君宽衣。其实，我喜欢小宝宝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她。夫人，你真好。
为夫向你保证，此生定不负你。夫君，少爷，少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七杀帮被灭门了。是吗？可知道是谁动的手吗？具体的情况老奴不清楚，只知道七杀帮那些帮众的尸体全被人吊在城门上，到处都是血，可吓人了。夫君，听起来就好吓人啊！娘子没事，有我在，别害怕。果然是魔教妖女，竟如此心狠手辣。夫君羸弱又不能修炼，以后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儿，还是都交给我吧。舅舅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小柯，你的手！一鸣不是让你去叶家收取供奉，顺便给潇潇出口恶气吗？魔教是魔教的人，找魔教报仇，你自己找死，别连累我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去叶家为你七杀帮要一个公道。没错，舅舅，就是叶家买通魔教屠戮我七杀帮，叶家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这才对嘛！你放心，舅舅一定让叶家献出所有产业弥补你。待会儿我会修书给一鸣，让金家知道你付出的一切，定不会让你白白牺牲。娘子，你真美。夫君，别害羞，让为夫好好看看。叶虚章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夫人，我去看看。我跟夫君一起去吧。今天找死的人真多。又来，我就想苟完最后几天，怎么就这么难？叶虚章，你雇佣魔教屠戮我七杀帮，罪该万死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冯帮主，你这话无凭无据，我叶家可担待不起。谁说没有证据？我就是证据，我这条手就是证据。昨天，我亲眼看着你叶虚州带人行凶，残杀我七杀帮满门，还请马宗主替我做主啊！真是活够了，还敢污蔑夫君，还有这昭天宗，就应当一起灭了。娘子别怕，有我。害我夫君担心，你们更该死了。叶公子，人正在此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不如这样吧，叶公子奉上所有资产，帮助冯帮主重建七杀帮，本座就勉为其难饶你一命。你们欺人太甚！谁不知道我家少爷从小体弱，不能修炼，平时连只鸡都不敢杀，怎么可能行凶？竟敢对宗主不敬！陈伯，警告：宿主一旦暴露实力，必须杀死所有知情人，否则本系统将收回宿主所有修为。少爷，老奴无能，护不住你。叶公子，你看看，何必闹成这样？叶家产业你反正留不住，早点交出来，也能少吃点苦头。不然，冯帮主便以牙还牙，灭你满门，本座可没法替你求情。马宗主，想要拿我叶家讨好他陈潇潇和那姓金的，大可以直说，何必在这惺惺作态？你闭嘴！金家威严，无人敢犯，你竟敢对他出言不逊，不想活了吗？金家可真是养了一条好狗。叶公子，你叶家有错在先，随意攀咬几句可抹不去罪孽。痛快点儿，把家产交出来，否则就凭你今日之言，本座直接荡平你叶家，也无人敢说半句不是。马宗主，你如此行事，就不怕为众人不耻吗？不耻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先不说金家，就说我昭天宗上千弟子和本座冠绝苍溪城的修为，谁敢质疑本座？哼，谁配质疑本座？不服气，
这世道弱肉强食，武道为尊。你弱，你没实力就得认命。叶公子，本座给你1天时间整理好叶家所有资产，明日本座会带人再来验收。记住了，是叶家所有资产，少1块零食，我就杀你叶家1人。弱肉强食，实力为尊。等我碾死你时，我把这句话原原本本的还给你们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咱们回房休息。夫君，我泡了一杯安神茶，你喝喝。洞房花烛夜，娘子想让我安什么神？可是刚刚……嘘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娘子可不许再提这些糟心事了。夫君呢？姑爷一早就去了书房，说要看看账本。姑爷也真是，这才新婚第1天，都不知道多陪陪教主。夫君操持家业，那也是为了我们以后，有何不对？是，属下说错话了。叶家产业众多，只夫君一人打理，必然十分劳累。身为妻子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来让夫君烦心。尤其是那昭天宗，还有那不知死活的冯轲，一再羞辱夫君，还妄想夺取夫君家产。教主，全城都知姑爷跟七杀帮昭天宗有过节，如今七杀帮刚被灭门，再灭昭天宗，不就等于把姑爷推到风口浪尖吗？教主，反正都只是群随手可灭的蝼蚁，为了姑爷，让他们多活几天又怎么样？那昭天宗就先放放，召回教中所有高手，务必保证夫君安全。恭喜宿主又成功隐藏修为1天，奖励1年至纯内力。这所谓的隐藏任务还有好几天才彻底结束，奖励修为又怎么样？少爷，给陈伯疗伤的大夫说，陈伯没什么大碍，安心静养就好。我知道了，让大夫开最好的方子，用最好的药材。好的，少爷。昨天是陈伯，万一今天就是毫无修为的娘子呢？不行，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我这就去灭了他昭天宗。什么人竟敢擅闯我昭天宗山门，找死不成！舅舅，还是你这招高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夺了叶家所有家产。等叶家家产到手后，再通过金少爷献给金家，那咱们日后可就是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。我也不想做这么绝，谁叫他不自量力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，竟然还妄想反抗你我！叶虚舟就是自找死路。不过舅舅，叶虚舟新裙昨晚看到那小脸嫩得很，还有那腰，你不说我倒是忘了，他娘子确实是个极品。不过他只怕是无福消受了。他享受不了，还有我们爷儿俩吗？夫君，我给你炖了银耳羹。夫君，我进来啦。夫君呢？你们就是这样保护的？怎么可能？我们一直守护在暗中，根本没有发现姑爷走出书房。没错，姑爷体弱又没有修为，怎么可能在我们层层保护下离开？难道姑爷是被人掳走的？昭天宗，肯定是他们。昭天宗，你们要敢动我夫君一根毫毛，我要你们宗门上下全部以死谢罪！
教主不可！且不说贸然杀上昭天宗会引人猜忌姑爷，单单那天出现在七杀帮的神秘人，说不定就藏在暗处，等我们斗得你死我活时，坐收渔翁之利。都给本座闭嘴！别说陷阱，就算刀山火海，为了夫君，今日本座也必须去闯一闯。让开！你们如果再敢阻拦，别怪本座不留情面。宗主，不好了，有人打上门了，见人就杀，弟子们已经伤亡过半了。什么？那人是谁？就是他！怎么可能是他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打上昭天宗？他还带了帮手，是不是？真的只有他一个人啊！就是他杀了我们所有的师兄弟！废物！平时让你们勤加修炼，你们不听，现在连个废物都打不过。哼，对，没错，这个废物要真那么厉害，在叶家的时候他会不动手？强加供奉时他会不反抗？那时不动手，只是因为我不想暴露实力。还不想暴露实力，搞得你多有实力一样。哈哈哈哈！杀了几个天资差又不努力的废物，就真以为自己成什么厉害人物了？哈哈哈哈！无知小儿，赶紧把你的帮手叫出来束手就擒，再乖乖献上你叶家所有产业，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。还有，你那娇滴滴的娘子，正好我和舅舅还缺个暖床的丫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招致命，对方功力不在小姐之下。那不就是那个神秘人？上山！夫君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。你若真出了事，我一定荡平昭天宗，让他们千人、万人替你陪葬。怎么，这就生气了？这就要忍不住了？我还要当着你的面狠狠玩弄他呢！你找死！原本我想给你们一个痛快，但现在我要你们生不如死！小柯！叶旭昭，你伤我弟子，杀我至亲，今日我一定要你血债血偿！废物，给我死！夫君，再给我加快点儿！你白天说的话很对，武道世界弱肉强食，而现在弱的是你。夫君，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娘子，
别担心，你看，我这没事吗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别哭了，是夫君不好，让娘子你担心了。不过，娘子你为何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去书房给你送银耳羹，见你不在，下人们又说没看见你出门，我思来想去，觉得你肯定是被昭天宗掳走了，所以我赶紧带人找来了。怪我，早知道该留个字条的，娘子就不会这么担心了。她一个弱女子，爬山涉水的来昭天宗救我，肯定吓坏了。娘子，他们是……糟了，一心顾着来救夫君，忘记让他们伪装一下。夫君，该不会怀疑我的身份了吧？他们是我花重金请来的高手。是吗？那叶某感谢各位侠士仗义相助，护我娘子这一路周全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夫君，昭天宗到底是出什么事了？我们在上山的路上看见了好多的尸体，可吓人了。那不是昭天宗宗主吗？他怎么也死了？完了，夫人不会是已经发现了我的实力，在这试探我吧？系统，我这算任务失败了吗？系统，夫君，你不是被昭天宗的人掳来的吗？狗系统，关键的时候掉链子了。不管了，随便编吧。娘子，我确实是被马东武掳过来的，他想逼我交出产业，逼我向陈潇潇服软，我自然不肯。他们就说要给我些苦头尝尝。就在他们要折磨我时，一个蒙面人突然出现，见人就杀，我连忙躲了起来。等他杀够走了，我想出来查看下情况，你们就来了。教主，是灭七杀帮那晚的神秘剑客，真是便宜昭天宗了，胆敢囚禁我夫君，宗门覆灭都是活该。换作是我，定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教主，此地不必久留，如果那剑客去而复返，当着姑爷的面，我们也不好动手，不如先回去。娘子应该是信了吧？系统也没反应，我的任务应该没失败。听起来就好吓人啊！夫君，我们先回家吧，这里到处都是，我害怕。听娘子的，夫君这就带你回家。留个人善后，确保不会有任何活口，顺便看看那神秘剑客到底会不会回来。遵命，教主。大师兄，宗主特意派人送信来，上面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冯轲收拾叶旭章失败了，不过没关系，这次师尊打算亲自动手。他老人家修为高深，叶旭章那个连修炼都不能的废物，必死无疑。是吗？这下他也算死得其所了。他个废物，给师兄你提鞋都不配，居然还敢诋毁你！少爷，少爷，少爷不好了！昭天宗被……千叶大师不远千里来参加我儿大婚，真是让我金家蓬荜生辉呀！金公子佳人天成，此乃良缘喜事，我自当前来。爹，快召集金家所有人手，我要为师父报仇！你又在胡扯什么？还不快来跟千叶大师问好！大师是特意来庆贺你大婚的。爹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你赶紧召集家里所有的高手，我要为我师父和宗门上下所有的师兄弟们报仇！你这孩子，你师父堂堂一宗之主，你报什么仇？伯父，千叶大师，昭天宗被灭宗了。什么？马宗主可是星河境巅峰，纵横整个苍溪城，虽略逊于我，但昭天宗传承多年，底蕴深厚，何人能有如此手段？叶旭章，是他！师父送来信件，明确说明七杀帮是灭于魔教之手，
他本以为是意外，如今想来，就是叶旭章与魔教勾结，先害了七杀帮，又灭了我昭天宗。岂有此理！区区叶家竟敢勾结魔教作恶！金家主，息怒。大师，金家主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此次前来苍溪城，一来是为庆贺令郎大婚，二则是青云门收到消息，只知苍溪城有魔教之徒作乱，特意派我前来处理此事。千叶大师，那此事就交给你了，请你务必为我宗门讨回公道。那就拜托千叶大师了。我这就去会会这叶家，看看能否教化那位叶公子。蠢货！我看你是修炼修傻了。爹，你骂我做甚？煮熟的鸭子就这样被你弄飞了。哼，你不会真以为这千叶这所谓的名门正派是来除魔卫道的吧？那他是……行了，我自会亲自写一份请柬送去叶家。叶家的好处可不能让那老秃驴一个人得了。来，娘子。夫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娘子今天为救我辛苦了，泡泡脚，解解乏。不用了，我可以自己来。夫君，这不合规矩。我们家就一个规矩，夫人是天。夫君，夫君真的对我太好了，我以后一定要好好保护他。不过，那陈潇潇和什么金公子，始终是个祸患。小姐，姑爷，何事？金家刚刚派人送来一份请柬，说是邀请小姐和姑爷3日后去参加金一鸣和陈潇潇的婚事。这种安杂东西你自己处理掉不就好了？等等，夫君，你想去吗？那地方晦气，人也晦气，只有傻子。恭喜宿主触发新任务，请3日后前往金家大婚现场到，并继续隐藏修为。夫君，去，只有我和娘子一起去了，才能让他们那对狗男女开开眼，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举案齐眉，恩爱夫妻。那便听夫君的。贺礼的话，咱们人到了，就是最大的诚意。我就去签个到，送礼，他们也配。让所有教众做好准备，金家若是敢欺辱夫君半分，那就血洗金家。本教主要他们喜事变丧事，永绝后患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娘子不必担心，咱们就只是去走个过场。你若真不放心，那就把之前重金聘请的那些高手叫上。若是金家的人真不长眼，敢给咱们难看，那咱们就闹起来，反正最后丢脸又不是咱们。还是夫君思虑周全，我都没有想到这些呢。娘子可真是柔弱啊，以后我可得再温柔体贴一点，万万不能让她被人给欺负了去。教主，不好了，我们在叶家附近发现了青云门的踪迹。青云门和我魔教乃是世敌，他们的目标恐怕是叶公子。什么？小姐，你就放心吧。如今几大护法全都暗中保护着姑爷，任谁来了也动不了咱们姑爷一根毫毛。青云门那群道貌岸然的小人，向来诡计多端。若他们算计夫君，还有那神秘剑客，不行，本座放心不了。从今日起，本座要亲自贴身保护夫君。教主，教主！一遇上姑爷的事儿，教主就乱了分寸。金云飞，千叶大师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已经确定跟魔教勾结在一块了？叶家确有魔教之人，由此可见叶公子确被魔教蛊惑。我已经决定略施惩戒，让他赎清自己罪孽。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
一鸣。千叶大师慈悲心肠，我等佩服。只是昭天宗毕竟是我儿宗门，马宗主与我儿更是师叔情深。昭天宗覆灭，他叶旭章难辞其咎。即便是要入青云门门下，也该还昭天宗一个公道。那依金家主之言，当如何？我儿大婚当日，叶旭章必须当众承认其罪行，并拿出一半产业，以慰藉昭天宗和七杀帮那些无辜枉死之英灵。金公子，恭喜啊！新婚大吉，百年好合。感谢感谢，大家今日务必吃好喝好。怎么样，看见叶旭章了吗？没有。看仔细了，只要叶旭章那废物敢来，今天我要他不死也得脱层皮。金公子一表人才，陈小姐也楚楚动人，这可真是金童玉女，天作之合。对了，听说叶家叶旭章也曾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追求过陈小姐。真的假的？那金公子还邀请他来参加，他来了吗？看看今天到场的都是些什么大人物，他个连修炼都不能的废物，敢来就怪，来自取其辱。娘子，我们到了。夫君，丁，恭喜宿主在金家签到成功，奖励至纯内力，3年距离隐藏任务结束还有7天，请宿主继续保持。打卡成功，奖励3年内力。好好好，算上最近陆陆续续的奖励，哪怕再遇上那杀人如麻的魔教妖女，我也有信心保护好夫人。所有教众都埋伏在附近了，那就好。情形若是不对，就给本教主冲进去。本教主要整个金家鸡犬不留。夫君，我们进去吧。来了，来了！叶旭章真的来了，他就不怕金家找他麻烦吗？原本以为陈小姐已是绝色，可跟叶公子身旁的这位娘子比起来，当得上一句云泥之别啊！这废物何德何能，居然能娶到如此绝色的女子？早知会是这样，我大师兄，没规矩，都成亲了，还叫大师兄？娘子，这汤看起来不错，我给你盛一碗。果然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，上不得台面，除了围着女人转，还能有什么用？你小声点，万一把人家娘子吓得再悔婚，那叶公子可真就没人敢嫁了。来者都是客，今天好歹是金某大喜的日子，大家就当卖金某一个面子。这些话别再提了。说来惭愧，叶公子原本和我小师妹有婚约的，但如今终究是我和小师妹辜负了叶公子。没错，还不是他叶旭章废物，不能修炼，连未婚妻都留不住。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啊。没完没了是吧？你们想找死不成？教主，姑爷还在呢。完了，我在夫君心中的温婉形象不会毁了吧？快让夫君看看手砸疼了没？原来娘子也是有脾气的，刚刚那小模样真是可爱死了。夫君，我只是一时气昏了头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不会这样失态的。失态？娘子哪是失态，分明是人间绝色。这些人肆无忌惮的欺负，不行，本教主一定要为他狠狠出了这口恶气。娘子，这些人暂且放他们一马，等最后这天搞过去了，我非得让你们知道花儿为啥这样红。得妻如此，叶公子真是幸运啊！就是不知道这一次叶公子的爱妻又能在你身边待多久。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好心给你提个醒。毕竟像叶夫人这样的妙人，着实令人魂牵梦萦，你说是吧，叶夫人？夫君，我夫人是你这狗手能碰的？叶旭章，你疯了，竟敢伤我夫君！我的娘子，没有人能欺负，这话我说的。婚宴我参加了，礼我也送到了，就不多打扰了，告辞。溜了溜了，再待下去狗心难稳，万一露出破绽就玩完了。在我的婚礼上伤我，想就这么走了？你真当我金家是面团捏的？叶旭章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你想要什么说法？自然是让我献出叶家全部家产，跪下祈求你的原谅，对吗？还算你有几分自知之明。不过不仅仅是你叶家家产，
还有你夫人的所有家当。那如果我不给呢？不给，那就怪不得我不顾同乡之情，秉公执法了。叶旭昭，你勾结魔教，屠戮七杀帮，灭我昭天宗，桩桩件件铁证如山，其罪当诛。我没听错吧？魔教，苍溪城有魔教，居然是叶家跟魔教勾结，灭了七杀帮和昭天宗。姓金的欺人太甚，居然一再诬陷夫君，真当本座不敢血洗金家不成？金公子想要我家产，大可不必如此弯弯绕绕。你说我勾结魔教，灭了七杀帮和昭天宗是铁证如山，证据呢？证据我当然有。哼，诸位请看，这是我昭天宗被灭门之前，我师父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。我师父在信中说得一清二楚，七杀帮乃是被叶家勾结魔教所灭，他特意前往叶家，替那些无辜之人讨回公道。结果刚返回宗门，就惨遭魔教灭门。不是你勾结的魔教，还能是谁？金公子所言和这封信上的内容一致，那还说什么？叶旭昭就是凶手，杀了他，为马宗主报仇。一派胡言！我夫君为人正派，且不能修炼，怎么可能和魔教勾结？该死的，那剑客到底在哪儿？现在只有他能证明夫君的清白了。娘子，别怕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光凭一封含糊不清的信，以及你的一些催策，就想把勾结魔教、屠灭宗门这样的重罪扣在我的脑袋上，未免太草率了吧？草率？叶旭章，我知道你牙尖嘴利，凭借一封信断然定不了你的罪，所以，我早就找好了人证。魔教，是魔教的人。教主，他穿的确实是我教衣袍。先按兵不动，本座倒要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把戏。大家莫要惊慌，此魔教弟子的手筋脚筋都已经被挑断了，他现在就是个废人，伤害不了大家。那日在收到昭天宗遭受魔教围攻的消息后，我立即就率人前去驰援，虽晚了一步，但却抓住了这个负责清理现场的魔教弟子。你身为魔教弟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但只要你供出是谁指使你们屠戮昭天宗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我说，是他，他与我们教主达成协议，只要我们帮他灭了七杀帮和昭天宗，他愿意献出叶家一半产业给我们魔教。我与魔教勾结，姓叶的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现在无话可说了吧？没错，马宗主的亲笔信可以造假，可是魔教弟子还有昭天宗的幸存者，他们全部都指认了你，这总不能也是假的吧？叶旭中肯定与魔教勾结了，还说什么不能修炼也是他的一面之词，说不定他就隐藏了修为。必须严惩叶旭中，还七杀帮和昭天宗一个公道。年轻人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教主，查清楚了，这人也并非我教弟子，果然又是诬陷栽赃。你们准备的真充分啊，看来今天没法善了。鬼婆，你待会儿趁乱将夫君打晕带走。看来只能先打晕娘子了。既然他们一心找死，我这人懒得自证，本教主就成全他们。不如我把你们杀光好了。娘子，夫君，你这……好险，差点就在夫君面前暴露了。我还真是气糊涂了。娘子如此娇弱无害，怎么可能散发出那般可怖的气息？看来现场另有高人。此人修为恐怕还在我之上，幸好刚刚没有动手，不然就完了。叶旭章，看见了吗？天地动怒，你的罪行人神共愤。今日我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所有惨死的同门师兄弟。夫君小心！教主，不好！大师兄！啊，是魔教妖人来救人了！鬼婆，是魔教中人，那刚才那股气息……鬼婆，你太冲动了！教主恕罪，属下看那贼子胆敢袭击姑爷和您，一时心急如焚，这才暴露了身份。事已至此，你速速寻找机会离开，万不能连累了夫君。属下明白。
好你个叶旭章，竟敢带着魔教之人堂而皇之的踏入我金家大门，还说你和魔教没有勾结。鬼婆是娘子的贴身嬷嬷，她是魔教中人，那娘子难道……我堂堂魔教护法，天地之大，哪出不来去自由？何须依靠他人？就像现在，老婆子说要你的狗命就能取走。灵儿，小心！就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敢动我魔教的人？虐杀我教弟子者，当诛！大师兄，你爹，救我！别杀我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他不是魔教弟子，是我让人假装用来诬陷叶旭章的。大胆魔教竟吓得我儿子乱说胡话！千叶大师，速速同我一起出手救我儿！没想到还有青云门的人在，那么各位后会有期。叶旭章，我儿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也别想好过！大家给我追！老婆，既然真相大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夫君他是不是怀疑我的身份了？我堂堂魔教护法，天地之大，哪出不来去自由？何须依靠他人？魔教那妖女，难道早就盯上我了？可为何不直接对我动手？还是说，是冲着娘子来的？娘子，夫君，娘子，你先说。夫君，我真不知道鬼婆是魔教的人，我就是见她年纪大，孤苦伶仃，怪可怜的，便将她带在身边。夫君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对不起，都怪我太蠢了。没有的事，我只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魔教的人都心狠手辣，行事不择手段。我是担心他们安插人手在你身边，别有所图。莫怕，一切都有夫君，夫君会保护你的。那破任务怎么还不结束啊？憋屈死我了！不行，得想想办法，不能一直都装窝囊下去。夫君好像对魔教的人都很厌恨，一定不能让他发现我的身份。娘子，要不我也开始修炼吧？今天这事给了我一个警醒。以前我是孤家寡人，被人欺负没什么，可现在我是有娘子的人了。我是修炼废材又怎么样？我慢一点，勤能补拙，早晚练就一身本事，护娘子你一世安危，你觉得呢？好，回去我就给夫君把所有的心法全都找来，肯定有一本适合夫君。爹，怎么样？千叶大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哼，我连他面都没见上。他出了门就走得飞快，我怀疑他是怕了那老妖婆的修为，先跑了。不至于吧？千叶大师怎么说也是名满天下的高手。你呀，还是年轻。所谓名门正派，最是道貌岸然，平日里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，真遇上事跑得比谁都快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哼，那老妖婆明显想帮叶家洗白，总不能就这样放过叶旭章吧？急什么？任何得罪了我们金家的人，就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等着瞧吧，我们有的是机会。谁在偷偷骂我呢？这心法倒是不错，可惜是入门级别的，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没什么用了。丁，发布签到任务，请宿主前往北邙山签到。啊，现在还要我去签到啊？童子哥，要不咱俩打个商量，你就让我安安稳稳苟完最后几天，等隐藏任务完成。夫君，这么突然，
是家里生意出了什么事吗？娘子，不用担心，这不年底了，按例去巡视下面商铺而已。你在家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乖乖等我回来。夫君，你一人出行多不安全，我得去保护他。教主不可，顾叶离家，叶家需要你这个女主人来掌家，你若不在，恐被人猜疑。立马安排人去护送夫君，绝不能让他有半点差池。属下领命。贵人呢？你们还是乖乖回去保护我娘子。叶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都怪属下无能，跟丢了姑爷，求教主责罚。不可能，夫君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在你们眼皮底子下消失？一定是有人掳走了他。金家，一定是他们贼心不死，掳走了夫君。随本座前往金家救回夫君。属下领命。老东西挺能装啊，都把我领到这荒山野岭了，还不动手？咋不走了？这大晚上的，你总不会是想让我在这荒山野岭过夜吧？非也，我只是突然想起有一事需要叶公子相助。你想要钱是吧？放心，只要你把我安全送到北邙山，多少钱我都给。我想要的是你的命。不愧是纯阳之体，果然不同凡响。纯阳之体？你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千年难遇的纯阳之体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在你死到临头的份上，我就大方的给你讲讲，纯阳之体乃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奇才，体内的精血更是至阳所在，大补之物。原来我是天才，难怪系统会找上我，果然是因为我的天赋异禀。叶公子，安心上路吧！不可能！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？算了，速战速决吧，别耽误了我办正事儿，不然回家晚了，我娘子该担心了。你怎么会有如此高的修为？你怎么会有如此高的修为？被你发现了，那更留不得你了。不要！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放过我！不！你不能杀我！我乃青云门长老，你杀了我，青云门不会放过你的！白白耽搁了一天，接下来得全速前进。什么人？何方宵小，也敢来我金家撒野？真是好大的胆子，一个人也敢来闯我金家！把人交出来！什么人？不交，死！狂妄！今天我倒要让你看看谁才会死在这儿！爹，他们好像是魔教中人。哼，来得正好，送上门来找死！爹！救谁啊？我夫君。女侠，你夫君是谁啊？我都不认识，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
给我死！是你？你是叶旭章的娘子乔一璇，叶家果然跟魔教有勾结，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，那老妖婆是故意替叶家开脱，你们其实早就狼狈为奸了。闭嘴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，我们金家可不是什么软柿子。见过我脸的，都得死！教主查到了，顾叶最后消失的那个地方，青云门的千叶也一同在那儿出现过。顾叶极有可能是被千叶带走的。哇！那地方在哪儿？就在苍溪城东郊，属下已经。明儿，教主，少爷的丹田好像碎了。都给我闭嘴！快去给我请老祖出关！明儿，你要撑住啊！家主，长老们说老祖正在闭关破境的关键时期，就算是天塌下来了，也不能此刻去惊扰了他。你说什么？他们可知明儿危在旦夕，急需老祖出手相救。说了，好得很呐，明儿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你我父子俩兢兢业业侍奉了一辈子的金家。我儿怎么样了？家主，恕老夫无能，公子丹田已经彻底废了，今后想要再修行，只怕再无可能。家主，叶旭正，不报此仇，我金飞云誓不为人。赶了1天1夜的路，可算是到了。听，恭喜宿主完成北邙山签到，奖励宿主10年至纯内力。不错，如今我比那魔调妖女只怕都要强上几分了。系统，隐藏任务还有几天？距离任务结束还有3天，请宿主继续坚持。可算是要熬到头了。回家，离家这么久，娘子肯定想我了，给她买点小礼物去，没准还能高兴哭她。这簪子不错，娘子戴一定好看。听说了吗？魔教最近疯了，杀了许多人。谁让他们的人偷了魔教教主最心爱的宝贝，这才惹得群魔出动，满世界找那个偷东西的千叶。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那女魔头的东西都敢偷？谁知道呢？听说青云门掌门云霄子亲自出手，率人前来处理这件事了。那妖女在找千叶，乖，万一被她知道我杀了千叶，她不会觉得她的宝贝被我拿走了吧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得赶紧回家苟着。娘子，我回来了，快出来！我给你带了礼物，你一定喜欢。陈伯，公子，老奴对不住你呀！出什么事了？你慢慢说。是少夫人。娘子怎么了？少夫人丢了。公子，说，出什么事了？娘子怎么会丢？何时丢的？就在公子你出门的那天傍晚，少夫人就突然失踪不见了。当时我们就报了府衙，府衙来人查了半天，什么线索都没找到，只猜测少夫人要么是被仇人绑架，要么就是被江洋大盗给掳走。叶家有护院，还有娘子聘请的高手，寻常人不可能在叶家作乱，除非只是好心给你提个醒，毕竟
像叶夫人这样的妙人，着实令人魂牵梦萦。都怪老奴，是老奴的错，没有保护好少夫人，老奴罪该万死。陈伯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我已经知道娘子在哪。公子，你说真的？你收好家母，我现在就去接她回家。我儿的情况如何？丹田破碎，废人一个。一定还有办法，不惜一切代价。确实还有一个办法，魔教有一物名为天书秘匣，此物不但可以助他修复丹田，更能让他修为突飞猛进。此话当真？可魔教高手如云，如龙潭虎穴，去了九死一生。爹，明儿天赋甚高，只要能修复他的丹田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去！老天爷，我这伤才刚包扎好，这不会是又来找人的吧？把我娘子交出来！完了完了，刚走了一个姑奶奶，割我了一只耳，现在又来了个煞神，我另外一只耳朵还保得住吗？不肯说，死！唉，造孽啊！我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口。岂有此理！真当我金家是泥塑的吗？谁都敢打上门来！哼！我娘子呢？你，大侠，你可千万别冲动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我再问一遍，我娘子呢？大侠，你娘子是谁呀？别装傻，我知道，是金一鸣绑了他。不是，大侠，我觉得这事儿有误会。我们金家又不是府衙，你们娘子夫君失踪了，不归我们管。还要我们上啊？我才刚摔断了一条腿。你们倒是上啊，等我死呢！快给我杀！给我杀了他！都愣着干什么？上！快上啊！还有，快去请家主！长老，不好了，家主和公子都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别杀我！我娘子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不知道，那就去死！何人如此狂妄，敢在我金家撒野？老祖，你可算是出关了！你都不知道咱们金家都快成旅游景点了。一个黄口小儿就把你吓成这样，你还有什么脸说是我金家的护法长老？不是的，老祖，此子身法诡谲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看，好多族人都死在了他的手里。老祖，你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啊！
你无故闯我金家，还杀我族人，纵然你是天之骄子，也必须付出代价。你便用手中变的那柄剑自刎，此事就当了结了。不然，老朽不但要亲自动手，还要将今夜之事昭告天下，为我金家讨个公道。老东西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我只有一个问题，我娘子呢？行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老朽就送你上路。太慢了。老祖，别急，马上就送你下去陪他。不是金家人抓走了娘子，那娘子会是被什么人带走了？现在又在何处？怪我，都怪我！如果我没有离开，娘子一定不会失踪。不喝了，最近附近采花贼到处掳人，娘子一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我也听说了，这伙人不但心狠手辣，还耗良家妇人，我也得赶紧回家。你们说的那伙采花贼现在在哪儿？他们在梧桐城。吃点东西吧。教主，你已经整整3日未进食了，多少还是吃一点吧。一日找不到夫君，本座一日便没胃口。距离跟丢夫君的梧桐城还有多远？乔一玄，你可知错？乔一玄，你身为魔教教主，却为了区区一个男人，不惜挑动魔教与青云门之间的战争，如此任性妄为，难不成是想将魔教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？确实是本座一时冲动了。鬼婆，本座现在命你带领所有教中弟子返回总教。那教主您，他是我夫君，任何人都可以放弃他，但本教主绝不能弃他于不顾。你身为魔教教主，一人前往和率领教中弟子前往有何区别？魔教教主亲至，那就意味着是魔教倾巢动。长老有何高见，不妨直说。好，那本座就开门见山。乔一玄，你为一己私欲，置本教千秋基业于不顾，已不配教主之位。本座之前行事确有失偏颇，事后渊长老若是有意，大可遵循教规向本座发起挑战。只要你能赢了本座，本座拱手相让。自我魔教创建3000年，历任郡主无一不是以身殉教，从未有过主动交换教主令的先例。魔渊长氏是在提议我违背祖制，背弃历代仙教教主的遗志。真是好一张利嘴。行，乔一玄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狂到何时。教主，你这是……之前确实是我意气用事，连累了教中子弟。梧桐城我自己去就行，你带着他们回总教吧。
不行，我们与青云门已经算是全面开战，他们没准已经在某个地点设好埋伏，就等着你入网。对，教主，让我们跟着你去吧。愿为教主万死不辞。好，那就让剩下的弟子返回总教，你们随本座去梧桐城。属下领命。夫君，你放心，哪怕上穷碧落黄泉，我也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梧桐城也没有，娘子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出什么事了？魔教在城门口抓人就问认不认一个他们教主夫君，阵仗大的吓人，没准待会儿还会屠城，快逃命吧！魔教耳目众多，教众遍布天下，说不定会有娘子的消息。你疯了！那边全是魔教的人！走，快走！他要死就让他死去！3州17城，这已经是最后一间寺庙了，为什么还是找不到？为什么还是找不到？夫君，难道你……不可能，你一定还活着，还活着！娘子，夫君。夫君！夫君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不哭了，都怪夫君，是夫君来迟了，让娘子受委屈了。你都不知道我找了多久，我差点就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我也是，一回到家就听陈伯说你不见了，我差点被吓得魂都不见了。糟糕，走得太急，忘了留张纸条给陈伯。娘子，先不说了，咱们快走，魔教马上就要屠城了，回家慢慢再说。娘子，你以后但凡听到魔教2个字儿，就离他们远远的。这一路我可没少听他们干的那些事儿，残忍，相当残忍，尤其是他们的教主。听说那妖女嗜杀成性，手段极其可怖，咱们得走快点，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了。夫君很是痛恨魔教的人。魔教嘛，又不是什么名门正派，人人得而诛之，谁不恨？看来绝不能让夫君知道我的身份。启禀教主，青云门梧桐城余孽已尽数铲除。夫君，娘子，他们在叫你什么？夫君，你听我解释。夫君，我承认，我就是魔教教主，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你我的身份，是因为魔教的名声确实不好，我担心你害怕。还有就是不想你牵扯进那些江湖纷争之中。夫君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娘子居然是那女魔头，呸！魔教教主，那以后我俩岂不是能当雌雄双煞？夫君，我知道，我的身份寻常人都接受不了，正邪不两立，你害怕也在情理之中。我会派人把你安全送回苍溪城的。等你回家安顿好了，若是还想与我和离，就写一纸休书，让他们交给我，我不会缠着你的。娘子，你竟然就是那位无所不能的魔教教主，太厉害了吧！夫君，你不是害怕魔教的人吗？以前那是因为不了解，现在知道娘子就是魔教教主，为夫就觉得魔教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因为我知道我家娘子是天底下最温柔善良的人。
可你刚刚还喊我妖女，说我嗜杀成性，你分明就是嫌弃我。那是我说错话了，无论你是谁，你都是我娘子，这件事永远都不会改变。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夫君。好啦，别哭了，眼睛都快哭肿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这里的事就交由你们来处理了。属下领命。好悬，幸好姑爷和教主是真恩爱，不然姑爷要真跟教主和离了，那我们公子，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老奴听府衙的人说金家被灭了门，他们还在现场找到你身上的几片碎布，老奴就以为你也惨遭毒手了。先不说这个了，重新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我娘子。我知道这是少夫人啊，她还是鼎鼎大名的魔教教主啊！教主，夫君是被陈伯从小带大的，虽为主仆，但情同父子。若是陈伯不肯接受我，会不会影响到我和夫君的感情？少夫人竟然还是魔教教主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！陈伯，你不怕我吗？外界都传言我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。少夫人，外界怎么传，那都是外界的事儿，跟老奴无关。老奴只知道你是公子娶进门的娘子，是我叶家的当家主母，对少爷更是真心实意的好，这些便足够了。公子，不好了！公子，就有金云飞和金一鸣堵在咱家大门口，说要来讨债。什么？我去看看。夫君，我和你一起。娘子，小心！大家快看，那就是魔教妖女。那不是叶家的少夫人吗？你看她那弱不禁风的影子，跟魔教完全不沾边啊！大家不要被这女魔头的伪装给蒙骗了，她看上去是个弱女子，实际上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。至于叶家，叶旭木娶了魔教教主为妻，恰好不就说明了此前我的言论没有错。叶家确实跟魔教有所勾结，这是我和我儿子亲眼所见。叶旭章是屠戮七杀帮、昭天宗以及我金家的帮凶啊！这不可能吧？叶公子乃名门之后，怎么可能会跟魔教勾结呢？万一是被蒙骗的呢？忘了还有这两个漏网之鱼。叶世侄，只要你把这妖女交出来，我们就相信你是被蒙骗了，不然你这可就是真的要给叶家蒙羞了。你在威胁我？哼，威胁谈不上，我只是可怜你被人蒙骗，想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对，叶公子，你可千万不要走错了路啊！教主，两条丧家之犬也敢来找你和姑爷的麻烦，要不要属下直接动手了结了他们？不可，不要再给夫君添麻烦了。爹，那妖女好像很注重叶旭章的名声，我们要是现在动手，那就找个机会试试他敢不敢动手。若是他动手，咱们也能完成大人交代的任务。放心吧，爹，我知道。不如跟夫君当场划清界限。我屠戮青云门，青云门的高手肯定已经赶来，如此也不会连累夫君。是，你们没说错，我娘子她确实是魔教教主。她承认了。姓叶的，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这妖女身份，
那就乖乖把他交给我们，我们之间的恩怨也可以就此一笔勾销。哼，我为何要将他交给你们？当然是因为魔教作恶多端，我和我爹要替天行道。作恶多端？魔教做什么恶了？七杀帮在苍溪城仗着招天宗和你金家鱼肉乡里不是恶，招天宗压榨弟子助纣为虐不是恶，还有你们金家后山那堆成山的枯骨，从何而来？不需要我点名了吧？你怎么？世侄，有话可以直说，没必要兜那么大圈子。我只是想说，魔教虽被划在了邪门歪道一类之中，但他们所谓的恶，针对的只是江湖中人，而你们的高高在上、自私和冷漠，才是真正伤及到老百姓的恶。跟魔教比起来，你们才是真正的恶人。我娘子是魔教教不假，可她也是我的娘子，我永远都不可能背弃她。夫君，爹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今日就用那妖女的命祭奠我们金家族人。你的丹田不是被我毁了吗？哈哈哈哈，毁了又如何？我金一鸣天赋卓绝，有的是人愿意为我修补丹田。妖女，今日你死定了！教主，这是我们魔教的大罗剑法，他怎么会？看来这位天纵奇才也加入了我们魔教啊。夫君，你才刚开始修炼，不是他的对手，交给我吧。妖女，受死吧！姓叶的，等我收拾了这女魔头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明儿，你竟敢杀了我儿！我要你偿命！两个蠢货，真以为我让你们逼乔一玄出手，是要在百姓面前坐实他魔教教主的身份。殊不知，我早在你们两人身体上下了剧毒，只要他接触，必中其毒。哈哈哈哈哈！夫人，这父子两人不知用了什么邪招，提升了修为，但还是被你一剑斩了。你也太厉害了！夫君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把我夸的都不好意思了。他们该庆幸自己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，不然我一个个的收拾他们。都是一群老百姓，跟他们计较什么？夫君，这里就交给你处理了，我和鬼婆还有些事要商量。娘子这是想支开我是吧？唉，看来为夫是失宠了。
教主，属下这就叫姑爷过来。不可，此事不能惊动任何人，特别是夫君。我不想再让他为我担惊受怕了。可你，金一鸣身上有奇毒，这是我教才有的手段。教中只怕出了叛徒。叛徒？那属下就必须带您去找大夫，不然你若真出了什么事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只怕是来不及了。这毒报道一旦催动了功法，就会迅速进入心脉，只怕是药石无医了。教主，属下求你试试吧，或许会有转机呢。此毒若能解，我方才就处理了，何须等到这时候？鬼婆，你要切记，此事绝不能声张，一旦被有心人知道了，只怕他们就彻底坐不住了。属下领命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事需要你帮我去办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于门主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不过好消息，鱼儿已经咬钩，随时都可以收网了。确定吗？你们那教主实力不俗，哪怕本座是青云门掌门，也未有10成把握拿下。大师看来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了。本座制的毒从未失手过。乔一玄现在的实力不足5成，信与不信，全在你。但本座也不得不提醒你一句，若是他不小心给自己解了毒，那咱们就再无机会。别急，本座只是有所顾虑罢了。但你既然开口了，本座自是要信的。等到时候那妖女一死，魔教就能由你执掌大权，你我2人平分天下，岂不美哉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娘子，别泡太久，水凉了感冒。夫君心疼我。小没良心的，夫君不心疼你，心疼谁？那奴家也心疼夫君好吗？娘子。夫君，对不起，原谅我的自私。我已经得到消息，青云门高手进出，今夜就会来到苍溪城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因为我身处险境，万劫不复。如果我还能活下来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的。鬼婆，即刻遣散苍溪城所有教众，让他们有多远走多远。教主，不可！照本座说的去办。另外，夫君吃了迷药，短时间内应当醒不过来，你务必将他送至安全地带，也不必再回来了。属下领命。乔教主，别来无恙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此情此景，乔教主还能如此心如止水，着实让人佩服。该来的都会来的，有何难的？
乔一轩，别再故弄玄虚了。本座已经知道，整个叶家除了你之外，其他人担心被你牵连，早跑了个一干二净。哼，看来你还真的是作恶多端。到了这生死关头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帮你。对付你们一群跳梁小丑，本座一人足矣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那今日贫道就要为青云门无辜逝去的弟子报仇雪恨，送你这妖女上路。系统，距离任务结束还有多久时间？距离任务结束不足1个时辰。1个时辰，够了。想动教主，除非你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。拜见教主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让你们都走了吗？尤其是你。教主，我等既已入了魔教，那便生是魔道人，死亦魔教魂。对，我等愿与教主共存亡，绝不退缩。我等都愿与教主共存亡。放肆！既然如此，那就留你们不得了。哼，动手就动手，废什么话？冥顽不灵，上！不好，这刀剑专门克制我教功法。哼，现在才发现晚了。打不过就用邪门歪道，这就是你青云门所谓的仁义吗？对付你们用不上仁义，继续。卑鄙无耻！教主，快走吧！我已经走不了了，你们俩人快走！那今日属下便陪教主杀个痛快。对，杀个痛快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教主，我要你的命！哼，不自量力！妖女，束手就擒吧！你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根本就不是本座对手。束手就擒？不，本座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们一起垫背！快阻止他！他想要施展幽罗引，拉着所有人同归于尽。
你为何在这儿？你就是那个叛徒！叛徒，这话就说得难听了。我可是为魔教殚精竭虑了几十年，刀头舔血，舍生忘死，没有人比我更忠于魔教。可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这丫头一入魔道就能坐上那个位置？凭什么我出生入死了30年，还得被你一个黄毛丫头压在脚下？这就是你勾结青云门、背弃教众的理由。是你自己德不配位，那些教众的死也是你自己一意孤行导致的结果。我如今不过是在拨乱反正罢了。说到底，也是他们自己跟错了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你就要死了。等你死了，我就是教主。魔渊长老深明大义，与我青云门合作，乃是苍生之幸。好一个德不配位，好一个拨乱反正。那今日，本座便送你去地下，给那些惨死的教众们一个交代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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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杀了我？哈哈哈哈哈！就凭现在的你，简直痴人说梦。我下的毒，除了本座，无人能解。那毒本就会散侵你的功力。你如今还敢燃烧精血，施展幽罗引，你已经活不过1个时辰了。不若你将教主令给我吧，我可以给你解药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你做梦！困住他，耗干他最后一丝精血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你不是说他快不行了吗？没有我的毒，在幽罗影的加持下，他一剑可以灭掉1座城的人。我说了，他现在是困兽之斗。魔教令，你交不交？不可能，哪怕我死，你也别想名正言顺地坐上教主之位。那你就去死吧！逸轩，别怕。娘子，你受苦了。你就在这儿坐着，看夫君如何来帮你报仇。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，现奖励1000年内力万古混沌体。哼，又来一个送死的，正好也省得本座去找你。现在到你了。别杀我们，我们也都是被逼的，别杀我们。对不起，娘子，是我来迟了。不，你来的刚刚好。我也没想到，原来我夫君这么厉害。各位看官，且听好！魔教教主现绝境，浴血苦战意难宁。
恰逢夜郎神兵将，一掌诛尽负心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听下回分解。这就没了？那教主到底死了没啊？说书的，你倒是快说啊！快说啊！快说啊！